公差宿舍了，以前的厂长的宿舍了，以前有新营糖厂的总厂长宿舍。哦，以前的李登辉总统、陈水扁总统都来这里住过。民国37年9月建造。这应该是台湾光复后建造的呢。台湾光复民国34年呢，那怎么建造成日本式的呢？那台湾光复后建造的，那日本式的了。不对，1937年，对嘞，1937年是民国26年呢。哦，在这里第二公差宿舍，民国26年11月建造，怎么会第一时间比较晚呢？第二时间比较早呢？1937是民国26年第二。